打邊爐最緊要係個爐，行山最緊要係個地圖。一早下載定離線地圖，就唔使喺山做荒失失奇兵啦。用1分鐘一齊下載離線地圖。iOS 同埋 Android 步驟相約，先要下載香港遠足路線呢個 app， 然後到山全部都係山網站揀好行山路線，移到文章最尾會見到地圖，喺地圖右上角撳 Details 詳情，選擇 GPX， 撳 Download 掣，喺電話彈出嘅對話框撳 Save， 開啟 GPX， 點選香港遠足路線 app， 儲存完成，話都冇咁快就搞掂啦。撳一撳右下角圓形藍色掣就可以定到位，睇到自己行到邊，有冇偏離路線。點選路徑仲可以睇到高度圖。記住喎，開 GPS 行山好食電，大家記住帶夠尿袋，一齊做行山嘅神隊友。溫馨提示，帶埋實體地圖就再穩陣啲，行山見。